而家又係微微煮食時間。今日我係煲一個六腳筋乾瑤柱湯，材料有六腳筋4條、乾瑤柱2粒、薑4片、蜜棗1粒。六腳筋預先浸咗2日，放在雪櫃中。呢個真空壺，首先用滾水注入，待它熱才煲起湯放入去儲存，到晚上便可飲用。水滾20分鐘，取起六腳筋洗乾淨便可煮。放入適量水滾起煮20分鐘，放入真空壺燜煮，直至今晚便有湯飲。